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空雷风台陆上甲海上警报解除，高雄桃园三里对外交通灯，那马夏甲甲线就清号停电。代替花东线登去，目前花莲到水水是公车的载客，先把四颗车头透早电车线登去，车帮忙分。风台了开市，美国四大指数全落低，连带大股开盘，过个1分钟就落尾600点，收盘是22780点。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空雷风台已经减弱做轻度的风台，气象署已经宣布解除陆上加海上的风台警报，各地风雨的状况，即马已经登好。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各位朋友，大家午安。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逐渐的减弱远离，气象署在稍早2点半已经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康瑞台风的位置呢是在马祖的东北方，已经远离我们来到300公里的海面上。而目前它也是持续的减弱，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减弱到18公尺每秒。未来呢，它还是会持续的往东北方转北北东的方向移动，所以会更加的远离我们，而且预计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清晨左右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未来的整体天气上面的变化，我们一周大致上还是有2波的东北季风，大致上面都是以迎风面的降雨为主的天气形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随着康瑞台风逐渐的往北远离之后，台湾附近的风场从比较偏南风转为西北风，而后续到了周6、周日左右，先有一小股的高压梯度下来，所以台湾附近呢稍微转成一个比较偏东北风的情形。而至于在周1之后呢，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高压梯度下来，所以说从周1一直到周3这段期间是受到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比较明显的时期。那未来的天气呢，大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在第一波的东北季风这个周末影响我们的时候，整个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有一些间歇的降雨，而在明天的清晨，新竹苗栗受到西北风的影响，也有一些短暂的降雨出现，不过雨势都不会太大。而至于到了第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主要是在周1一直到周4的这段期间，呢，在台湾附近的东北风比较增强，而且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这边的降雨比较增多一些。那在北部这边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至于中南部主要是以午后雷的阵雨的天气上面为主。这届空雷风台扫大雨，伫咧南部的南怀公路部分的地基阁去大水抢起，民巴克路便桥嘛去抢灯。高雄的那马夏架线等所在有就清号停电，嘉义阿里山乡今是搁再停班停课一天，阿里山铁路嘛是停驶。便桥放落溪水内底，只剩过牛，溪底便道嘛流失1公里。控制风台伫咧高雄的山区带来大雨，毋但甲南怀公路复兴里路段落去漏了，搁甲明北溪路便桥甲溪底便道冲绑去，造成桃园区复兴、拉夫兰甲梅山三里变作孤岛。因为目前荖龙溪的河水暴涨，那等一下荖龙溪的河水稍退之后，我们会进行抢修。坑洞约有长11米、宽6米，深达河床。现场已由警方及保全人员拿起这个封锁线管制。虽然初一高雄山区继续停班停课，干部但是透早就派怪手进驻开始抢修。受到前一天强风大雨影响，造成那马夏架线等地区停电，所以因为道路未通，造成台电无法度入去抢修。区长带队透明抢通道路，要让民众赶紧复电。晚早门进前8点进前，风雨就都大啊。工作人员甲闸门开，毋但高雄的山区，嘉义的山区前一天嘛是风雨真透。阿里山公路暗时8点就先封起，初一透早7点半才开放。阿里山乡紧急宣布继续停班停课1天。阿里山新林铁路嘛停驶到初二。康瑞台风影响，阿里山林铁11月1日、11月2日全线停驶。
将视天候许可进行路线巡检后，另行公告复驶时间。控制和高雄甲嘉义部分山区的路段交通断站或者受管制。就算讲风台已经离远去，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是继续对嘉义甲高雄的山区发布大雨警报，嘛提醒山区的民众都要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东北部的宜兰风雨嘛是真惊人。台二线滨海公路头城一栋徛街后壁水泵山，土门是直接冲入去厝内底。山区的南澳北溪黄土水嘛是冲出来，有400几个人赶紧撤离。大量的土石为山架拼落来，边仔都是真家厝。居民听到真大声的声音，赶紧出来看，有的窗仔门还阁样样的破去，水泉流入去徛街内底，加在无人伤亡。火车经过隆隆隆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赶快出来看，哇，整个都下来了。邀请各相关单位来做这一些算是颠簸管理的会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它长期存在这种会随时土石流的问题啊。宜兰头城滨海公路发生水泵山，土石冲入去人家厝，已经唔是头一届。这个灾情若要恢复，伊阁要1礼拜的时间。地方嘛希望边坡的问题会当赶紧解决。因若当地石城火车头，目前因为淹水暂时无法度出入。北溪的水涨起来了。南澳北溪因为山区落大水，雨规个涨起来，真侪路高啊，梅泉安尼拼落来。控制风台嘛为宜兰的山区带来大水雨，苏澳、南澳、甲大东乡，拢总有400多人已经先撤离。有可能会发展做水泵山的溪流，黄色警戒有62条，红色警戒有10条。宜山溪州的大排水沟水位已经满啊，别来落大水雨才一定会淹水。部分的车路因为安尼嘛会封起来，现场拢总有8台抽水机伫遐台面，希望当降低对住户的影响。这个控制风台伫宜兰是透风落雨，已经造成不少灾情。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太鲁阁昨是通报有2个捷克的翁仔某爬山失踪，加在救援队最后有找到人，平安甲送落山。也伫咧苏花公路惠德隧道，即卖已经放弃，按说明仔中昼才会当拍通。在空勤乌用直升机吊挂平安获救了后，捷克这个翁仔某是真感谢，2个人发送求救信息了后，就伫原地无震动，互搜救人员顺利找到因。2个人甲身躯顶的装备拢摕出来，互大家看，食的、啉的、用的拢有。这是第2摆来台湾爬山，本来准是讲10月底，毋是风台真侪季节，而且入山的时阵天气袂歹，无想到去拄着风台。在狂热大风大雨的影响之下，大高线苏花路龙有真侪路少崩山含土石流的灾情。上严重的是大高线惠德隧道北口，和大量的土石砍掉，长度差不多300公尺，宽度15公尺，平均高度嘛有4公尺。东澳还有东澳到南澳、台九町跟构建路段和平到河中的部分有一些落石坍方也是早上9点就抢通的。和仁到崇德的部分，惠德隧道前面的一个土石流量体大概12000方，最快到明天中午的时候进行抢通。我们的侧门不敌强风，整个被吹歪。北营玉里婚宴民族街差不多有60公尺外壁倒去，虽然各会当通车，但是为了行车的安全，已经联络人员较紧抢修。另外，在玉里国中学校树仔的残骸和校舍嘛受冲漏水。树木的部分就是被吹倒很多，然后我们3楼的屋顶也大部分都被吹下来。另外，北滨烟花在经过风台大雨了后，是出现真侪水流茶，数量真侪。对美仑溪出海口到北滨的旱季，拢互透满在海面顶缘，买当看到一大堆一直铺铺顶顶的水流茶。我不知道为什么木头都会集中在这里。出海口。因为较早毋捌看到这种状况，行过的民众拢感觉真心实。较特别的是，连空气中拢是茶的香味。记者综合报道。虽讲讲这台湾本岛已经脱离空雷风台的暴风范围，屏东的雾台乡甲三地门乡透早也是传出有1300户停电的消息。潮州的大雨嘛继续咧落，有农园甲田地也咧淹水。这间狂热风台过境，屏东满洲的分水岭部落有105位民众以风性撤离到垦丁的度假村安置2天。初一透早有真侪人行李款好势，准备早顿食了就要回厝。初一这天，屏东干那雾台乡甲春日乡的树文村停班停课。因为他们不是从镇上过来，他如果从我们镇上过来，就会比较严重。早起垦丁干那小看落30-30雨，恢复正常上班上课。
不过风台带来强风破坏真侪电力设备，亲像伫咧31牡丹乡旭海村就有个压电线断去，台电的人员伫风雨当中拍拼咧抢修。牡丹乡、三地门乡嘛捌有1300多户失电。台电表示，屏东地区除了牡丹乡以外，其他的地区拢已经恢复送电。屏东各乡镇的民众嘛趁好天，赶紧来巡视家园的状况。伫咧潮州镇日大槟榔园，顶间山道伫风台经过时阵，已经扫歹真侪槟榔树，也未找到工人，甲物件拢清走。即间风台又搁甲扫甲当到塞歪。哦，电桩继续叫，即个较无遐迄个山土较严重。这位三分地槟榔园，你会当看到有真侪所在拢咧积水。主人甲阮讲，其实是为顶一届山土而积水到今嘛，因为陆陆续续拢有雨水，园地的水是透袂出去。风台小连线扫过带来正大的风雨，农民讲土壤含水量伤悬，都要等日头晒3天至5天才会当来改善积水的状况。即马控制风台离开，民众嘛无用咧整理家园。记者王刘婷、陈宪坤 SNG 小组伫屏东的报道。讲到昨暝风台透风落雨，在台北市统计有通报2000多丛的树仔倒去，阁有300多件看板倒去，倒伫路中央。今仔是正常上班上课，毋过有袂少民众就批评讲，这路的拢是倒去的树仔甲物件，交通是规个乱糟糟。讲到风台过境，台北市31暗大风大雨。伫三面路口有一位多元机灵车驾驶等人顶时阵，边仔路树仔熊熊倒来，惊下伊赶紧走出车外。撞到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把我的副驾驶座往后躺，然后我就爬到后座等待救援。当下是蛮惊吓的啊，就是现在就觉得过就算了，钱再赚就有。伫民生社区也是稀累累，真侪树仔自军部凹断，飞倒伫咧路中，公车拢无法度过，只好驶路。警察也伫咧现场指挥交通。目前就是路树倒塌，我们旁边还有那个快压到围墙已经裂开了。以前也很惨，不过这次更惨。台北市政府讲，一直到拜五早起8点，总共受理3588件灾情，其中路树倒去的上多有2101件，其他包括民生基础设施、建筑物损害、广告看板落来。真侪路段也出现塞车的情形，互民众一早起要上班上课时阵受到影响。拢走到市长蒋万安的 FB 顶头批评，上班袂说敢若是参加外野障碍赛。这次风势确实太大，造成很多路树，包括公园里面，可能我们全力投入相关的人力，希望能够尽快、最快的速度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这一次的路树倒塌，严重影响到交通的阻碍。确实非常的严重，所有全部在做复原的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天下班之前，所有的清理一定要把它告一段落。新北市也受理2096件灾情，路树倒去也是上多。另外有14万户无电，昨晚还有2万户电也未来。市长侯友宜讲，除了山顶部分的道路以外，市区市容的部分，希望伫拜五下班进前会当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空雷风台昨晚尾暗对云林的未料出海，不过昨暗这台北的风是愈暗愈透。专家是表示，这是因为风台尾顺着台北盆地地势顺过来，这风势才会强。空雷风台走了，台北市民生社区是稀累累，若是大丛树仔连滚规丛挽起来，讲到停伫路边的车，就连看板也风吹甲倒来。造成一寡路段暂时封起来抢通，空雷风台的风，和真侪台北市民众讲，袂输敢若规间树拢伫咧摇。专家讲，这是因为较余流的效应。流体在通过一个地形的时候，然后它采取绕行的状况，那在绕行的那两端，它会有一个加速的状况，这个叫做角余效应。这一次的话，它是有进到台北盆地里面，而且风的状况还蛮强的。昨天晚上的阵风有观测到11、2级。就气象专家贾新兴统计历年来风台侵袭台湾期间，台北站所测到的上强的强风记录，第一名是2005年的泰利风台。上强的阵风是每1秒钟49.3公尺，第二名是1962年的欧博风台，上强的阵风每1秒钟49.1公尺，第三名是1977年维拉风台，上强的阵风每1秒钟47.7公尺。昨空雷风台所测到的上强的阵风每1秒钟29.1公尺。中央气象署已经伫咧11点30分解除陆上风台警报。
虽然台湾人本岛已经脱离抗热风台暴风圈，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山区另外要注意有大雨。沿海的浪还是比较大，而风力上面也会有一些较强的阵风，雨势上面呢则是有逐渐减缓的情形。根据了解，随意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寡所在1万5户。自初二开始是改制受东北季风影响，面风的地区，亲像是华东地区，可能也阁有雨。一那其他地区随着大空气瓦滚，天气会慢慢变好。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方面，继续来看台铁北回线、花东线登去。目前花莲到瑞水是有安排公路客运的载客。因透早上下班时间，这新北4颗车头是有电车线登去，车帮是拢有慢分。透早去到台铁花莲车头，所发现无车通好坐。风台过了后，花莲到台东这段原底要恢复营运，不过因为隔岸到志学这段有铁基路变形去，富源到光复这段电力设备受损，花东线赶来当停驶，赶紧修理。那你现在是要上班的？对，所以可能需要请假。车辆应该没通可以理解，台风正在走，今天也是都不通，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现在 stuck 在了，哪都去不了了。台铁表示，考虑旅客疏运的需求，花莲到水尾派公路客运来载。早起7点12分发头一班车，花莲这边全4台巴士，水尾有2台巴士来载人客，会看情形调整车帮。因为刚才抢修的过程当中，发现3名比较有困难，所以我们现在临时把接驳车的任务延长到1点。除了花东线以外，北回线嘛因为水帮线路未通，趁风雨有较歇，大型的机具去到灾区修理。台铁估计，苏澳新站到花莲站初一也无法度修复。花东线花莲到台东是要拼初一下晡3点抢通。不过前一天传出台铁要求人员透风路去修理。交通部长陈世凯讲，会请相关的单位注意安全。这次的台风呢，同时又合并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花莲的5.5级的这个地震，尤其是花莲往台东要往南回的这个路线，我们预计台铁公司在同仁的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希望能够在下午的3点能够抢通。风台扫过，透早石科站西正线因为受到强风的影响，电车线有断去，敢若剩一线，早起7点半修复。通勤的时段，各站的车帮真侪拢有慢分。也若台铁订票的系统，31暗时嘛，因为受到风台的影响，台电供电无稳定，降压造成持续跳电，影响卖票的主机。修理了后，伫初一透早3点恢复正常运作。台铁表示，付款甲领票的时程会慢1天，造成旅客不便，感觉真失礼。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影响，昨全台湾机场有超过300座的客运机停飞，超过1000个旅客因为这风雨影响，该降去香港机场。等到今日航空公司搁再调客运机，甲旅客搁再回来。空对风台10台，瞬间阵风到17级。这台华航 CI916，本来是31暗时7点半左右对香港飞到桃机场，但是因为风台关系无法度降落，搁飞登去香港。总算伫过灯11月初1早起降落桃机场。旅客还讲，伫香港等的时阵是风困伫机场8点钟，伫航下等飞登机4点钟，无甲因提供住宿，嘛干那互因1点胖，互因暂时只要尔。很累啊，很累啊，因为等了十几个小时，当然一定是很累的。我们不懂的点就是为什么你不干脆取消，然后硬要飞，飞到一半又飞回来，然后又在飞机上等那么久。重点是他们的后勤给旅客的一个安置上做得很不好，他没有提供我们任何过夜，他把我们就丢在机场啊，然后飞机上啊，他就把我们困着啊。我们这一趟总共飞了17个小时受到空对风台的影响，31全台国际航班取消是超过300架次，真一帮客机想要降落失败，只好转港，超过1000人封闭咧，只好转港伫香港。桃机场嘛有28架次转港上山、高雄、香港、Okinawa、济州和新加坡等等附近的机场，部分是迄面就登来台湾，有一部分是过登港11月初1，航空公司派飞登机甲因再登来台湾。上面排程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就又被讲说要转到高雄，大概10分钟之后，我们又广播说要在香港下来。另外，受到风台后壁航班调度的影响，根据桃园机场早起9点半的统计，初一嘛有50班是取消航班，拢是客机。原因主要是因为进前转港伫其他机场的，即马小连线拢转来啊，结果就搁去影响到后壁接飞的航班。
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嘛是有飞行机伫咧风雨当中，甲旅客载登来台湾。不过这降落的过程是真无稳定，看起来是正经危险。10月31日晚，当咧透风落雨，一只飞行机向桃园机场的方向豆豆要降落。不过因为受到透风的影响，飞行机差不多是起安尼降落，海来海去看落哪像要降落啊。不过飞行机向有悬，重新起飞。这个看到真假的画面，是仙武航空一只为日本 Okinawa 要飞转来台湾的 JX871 班机，在透风的影响之下，差一点都无法度成功降落。是很可怕，就差点就是整个飞机血啊！第一次还蛮惊险，第二次就还 OK。对，没有，当然机上的其他的小朋友有人吐，然后有人在哭，这样。回台湾真好，心里就是默默念说希望可以顺利。先可以讲，迄当阵风有影是真透，飞行机一直海来海去，佮有听到囡仔咧哭的声。暗时6点03分，安全降落伫桃园机场了后，先务嘛随做初步的检查。第一次那个轮子，感觉好像降落这样咚一声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很开心，大家都在拍手。对，但因为它又飞上去了，又绕10几分钟，第二次下来，大家一开始就都不太敢动。确定真的已经降落之后，大家又很开心，因为真的绕蛮久的。对啊，比预计时间这样又多了1个多小时。民航局表示，有关仙武航空 JX871 的航班，那像因为风台天气无稳定，伫降落的时阵，飞行机吸到涂骹的力头超过一定的程度，也就是造成降落地。民航局已经要求飞行机停飞，做相关的检查，嘛通知派任务予这个驾驶员，随来会按程序来调查。受到空侪风台的影响，桃园机场31取消241个飞行机的机抓，是今年国一天取消上侪航班的记录。主要取消东北亚、东南亚，还有中国甲港澳的航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各地灾情，伫咧宜兰的碧海温泉对外道路有800公尺长的路段地基拢起予溪水呛去。伫咧台七线甲台七甲线真侪所在拢咧放山，农业省的部分统计全县有23公顷受灾，这其中青山啊的损失上界严重，有占超过一半。规片路基拢互南无南溪涨起来溪水冲走，宜兰碧海温泉另外道路这边受到风台大雨溪水涨起来影响，800多公尺长的路基被冲海去。这边上去，因为这边下来嘛，下来的河道变窄了。就把这个路清掉了。上一次台米台风所造成的那个土石流，我们也都还没有说清得很清楚。那又加上这一次，所以又造成目前现在所在地啊，又再次掏空了哦。有民讲，顶回凯米风台和南无南溪蹲真侪土石，这边大水一来，甲路基拢挖空。南无乡公所讲，路边修甲好，可能要等到明年，碧海温泉可能要暂停营业。怪手伫咧修路，省道第7线加第7甲线，这边因为山区大雨，真侪所在崩山路袂通。山内边的山啊，拢互土山砍掉的，除了路袂通，宜兰也出现大面积的农损。县政府统计，农损面积23.5公顷，包括高丽菜甲葱啊。不过上严重的是9月拄前，抑个是幼崽的山啊，大部分农种伫咧南用溪床，栽损有14公頃。沙沙覆盖伫迄个顶面，是覆盖伫顶面。伊就是一直死到一条。会一并请公所尽速来查报，那我们依照中央的现金救助的一个办法哦，尽快来帮农民申请相关的一个救助。这寡笋啊，本来是过年前计上较悬的时阵要采收，即马农民的损失真惨重。要复经也因为农产路拢互水流沙挡掉的无法度过。县政府讲会协助农民申请灾害补助，因若农产路顶头的水流沙，会请相关单位斗相共清除。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伫咧宜兰，这台东出名的唱国米，这稻啊嘛去予风扫甲倒冷去。关山镇长是表示，若是照目前的农业保险，部分的农民根本就是摕无补贴，嘛希望中央会当来斗相共。本来是丰收的季节，不过结穗的切啊，煞受到强烈风台空雷的糟蹋。这个风台造成关山地区呢，农业损失非常严重。看我的倒手边这边呢，会当看到这切啊，互风规个吹甲拢倒去，即马是规个泡入水内底。另外，这手边会当看到这切啊，是互风吹甲拢落去。来到关山镇，这大田切啊嘛是倒去泡入水内底，无愿意放弃的农民表示，田内底有水的无法度收割，即马嘛真歹补救。没办法说了，这几乎全报废。报废的话，你
耕耘机也不能打，这个很头痛啊。来关心的店长表示，像安尼受灾的田，估计关山有500到1000公顷面积，有的可能全部废弃，有的可能损害3到5成。虽然目前农业部全面推动车害保险，但伊烦恼目前的认定标准是以全区的平均值来理赔，恐惊非常失真。要以台风前的来取代台风后的是非常失真啊！吼，既然是保险，就应该是做一个真实的保障。可是现在的抽样模式就变成是随机，随机就是拼运气了嘛。所以有可能受损，但得不到赔偿。有可能。那是关山地上的田嘛，受害明显。这是地上有名的景点天堂路，会当来看伊边仔这田，因为地势较低，所以种一点要收成的切仔，规个泡入水内底。有附近农民经过指出，特别收成的切仔虽然泡入水内底，应该够救，毋过可能好的切仔已经落去，品质就会变歹。农民真无奈，强风造成规个区域的损失，一直讲家己的切仔全部拢倒平在困啊。真的在睡觉啊，倒户啦，碰到水的时候，那碰到泥土，它会变那个胚芽米发芽。还有救吗？唉，要怎么说？虽然笑亏看在前，不过心中嘛是真无奈。其实伫风台进前，不少农民就开始抢收，甚至连切仔还未熟透就先挂，因为知影雨风雨一落来，心灰恐惊全部了去。目前规个财损搁等待统计当中。记者林志明单访业 SNG 小组台东报道。今仔即马丰泰街这婚姻西里果菜市场菜色货量明显嘛有较少，菜价平均对10公斤起。对43块起到45块有起小看，这果菜市场嘛表示，因为这届风台实际农损的情形是也未了解清楚，这菜色价格嘛可能继续起悬。风台街路着好，但农民嘛是落田采收所在。云林西的农民表示，虽然这届风台今年无落大雨，但风势真强，至少会造成油菜类有损失。因为往事的还好啦，如果露天的话，也一定多少都会。昨天晚上风也很大，稍微有一点小损失啦，就是还是有稍微泡到这样。农民就讲，被强风吹歹去的油菜，如果无赶紧收成，后续损失会更加惨重。对此，西里果菜市场就讲，这几天农民预期申领抢收，10月30号蔬菜交货量达到900吨，但11月1号上午，蔬菜交货量明显减少。菜价为平均43块起到45块。当台拢悬啦。最主要原因是大家风台钱拢收了呀，拢倒去。2块的幅度啦，过来我看起是稍微慢慢会起啦，因为货源会无啦。因为你都南北部拢做水灾，因所损失的物件爱由咱这边补。物以稀为贵，这是市场机制啦。西果菜市场表示，看来风台虽然在中部无带来大雨，但强风同款会造成露天的蔬菜灾损，包括印菜产地价格每公斤50块起到67块，小白菜30块起到40块。至于高山的高丽菜，因为山区的路歹行，供货量卖大幅减少，但后续菜价是咪阁会起价，阁需要观察蔬菜受损的状况。记者向云林报道。国际上要紧，这唔那台湾的扫风台，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驻地区10月29嘛起有强烈的地中海风暴扫过，一共8点钟内就落规年的雨量，这嘛造成西班牙近来史上上界严重的灾情。根据目前所在，尚无158人死亡，政府嘛宣布全国降半旗，哀悼3天。为了像海啸同款的大水提起了后，华伦西亚市的街仔路，去有坐塌起来汽车，还有各种的残骸，是塌甲拢袂得过。发生啥的记者看到居民想要出来，还阁爱先用叉棒，甲落瓜梅规个过河掉。Destrozado comercios, supermercados, colegios, coches, todo destrozado. Estas caravanas vienen del 27, casi en Valencia. Se recorrieron todo esto hasta llegar aquí. Y aquí a la derecha, como no sé si lo habéis visto, hay un barco y todo. O sea, ha sido increíble, alucinante. 当局派1200士兵甲无人机，伫灾区救援、甲清理车路，几啊百人去用安置去临时的庇护所。提供路的交通系统，各项的基础建设是损断甲真严重。那个马德里甲瓦伦西亚的高速铁路，估计至少要3礼拜才有法度恢复正常。当局31宣布全国哀悼3天。
政府机构降半旗致哀。首相桑切斯特别呼吁居民，大水后警报也未解除，千万都唔通出门，尽量踮伫厝内。A la ciudadanía que vive en la provincia de Valencia y también de Castellón, que por favor la dana continúa y que por favor se queden en casa, que no salgan, que se queden en casa, que atiendan a todas las llamadas de los servicios de emergencia. 这场真罕见强烈的地中海风暴，故是2到1天，短短8点钟内达到几年的雨量。研究地球暖化的科学家，拢个原因指向是物理的规律，克劳克拉关系式，也就是气温被人加关1度，大气的起水量会当增加差不多7%。灾害了后，瓦伦西亚驻地区又派执政者，质疑桑切斯领导的中央政府，事先的警报做了无够。内政部是以紧急救援民防措施，是地方驻地体系责任来回击。国家气象局2到迄天早起7点发出超磅大水雨红色的警告，还佫特别强调是真危险，若是无必要就莫出门。下晡3点20分，救援协调中心发出瓦伦西亚西部的车路大淹水的警讯，到暗时6点，车路规个变做是真错漏的溪流。因内民防部门算是伫咧暗时8点了后，才对瓦伦西亚发布唔通出门的警告。不过迄当阵已经有真侪汽车的驾驶调伫咧车路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联合国粮食单位上新的报告，讲未来半年全世界粮食危机恐惊会继续恶化，而且佫特别点名全球的22个国家甲地区，讲这个所在因为战事冲突、经济危机甲气候的变迁影响，这状况会佫较严重。真侪布棚摆甲万。这是索马利亚真侪无家可归的人暂时住的所在，因若被轰炸过了，厝拢拍远去，加塞居民只好过一个临时所起的简单布棚内面生活。等待以下冲突结束的迄天，联合国粮食机构伫拜四报告指出，总共有22个国家甲地区被列做饥饿热点，正需要立即的援助。若无未来几个月，将会有几60万人面临着饥饿的困境。The most intense, the most terrible situation which is reported is in Gaza. Why? It is not the biggest number, but it is 91% of the population of Gaza is in crisis or worse level of food insecurity. And I think this is over a year, this number hasn't come down.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甲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所发布。报告内面强调，受到冲突、经济危机甲气候变迁这款原因的影响，尤其是即马被拄到的性形现象，会对本来就已经正脆弱的饥饿热点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其中，海地、马里、巴勒斯坦、南苏丹甲苏丹五个国家面临着饥饿的困境。另外，包括着查德、黎巴嫩、莫桑比克、缅甸、奈及利亚、叙利亚甲也门，也是互人正担心的热点。That armed violence and conflict remain the primary cause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across these numerous hunger hotspots, where widespread displacement, destruction of food systems, reduced humanitarian access, all are likely to worsen food availability and food access. 报告内面也讲，今年6月更新以来，肯亚、赖索托、纳米比亚甲尼日等所在，因为极端气候冲突、经济无稳定，也个紧急粮食甲农业援助资金减少的原因，已经真侪新增加的严重饥饿热点地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镜头转来看咱国内，讲到咱中央的总预算案到当时也未超好势。行政院长邓英台今日是去到立法院报告，讲对调野甲大家比较较在意的所在，嘛愿意搁再详细来说明。那针对在野特别坚持的这原住民禁错收补偿的预算补编，这邓英台嘛强调，这两院会当互相尊重，一定会有解决的方式。野巴车当咧清理倒去的路树，即个风台来风势透假，就连立法院附近的车路嘛出现灾情，路树直接倒伫咧路中央，顶工街双向封起来。行政院长邓英台初一要去立法院会报告总预算案，嘛敢来当设8条路过。那确实刚刚来到立法院，平常走的路是没有通的。你看我们的镇江街现在好像大树还是横跨在路中间，稍微绕了一段树。
杜永泰甲台北市府发声，希望当赶紧恢复市容，让民众有正常的生活。不过面对总预算案持续卡关，杜永泰强调讲，会就大家较要义的几个方向完整来说明，向人关注民进发补偿预算的争议。杜永泰话讲，两院都要互相尊重，在两院互相的尊重，那双方我们来寻求如何解决今年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一定会有妥善的方式。我呼吁这卓荣泰院长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如果他有善意的回应，当然就互委啦。如果还是铁板一块，就目前我所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准备要让他复委。在野党团极有可能把总预算的复委跟选罢法的修法三读要放在同一次院会，这种高政治性的法案一起来绑住总预算复委审查的议案。总预算案敢会当复委审查，杜永泰是乐观看待。不过有关地方财政的规划，财政收支划分法已经超过20年无修法，在野立委要拼这个会期完成修法。不过杜永泰回应讲，过去8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的补助预算已经增加超过2000亿，目前在划法已经用真侪年要执行嘛较有把握。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甲里长高进健涉嫌向电视定位案的厂商收1300万的乌西钱，两人是主张无罪。台南地方法院透早是宣判要重判郭信良13年。郭信良系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之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第2点。高进健系与有公务员身份之郭信良共同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之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以及刑法第29条、第168条之教唆伪证罪。信良绝对是清白的，这个代志绝对甲我本人拢无任何关系。我本人将来无用我的职务来收取到任何一角银。相关的证据呢，我嘛还阁拢提供予法院。而且也阁有证明我无在场的证明。台南市的前议长、现任的市议员郭信良，点赛里的里长高进健，这涉嫌向主办市地订柜业者收1300万的乌西钱，叫检方起诉。法院今仔宣判郭信良13年，高进健9年半。郭信良是表示绝对的上诉，嘛捍卫家己的清白。继续来关心，风台了后阁开市，因为美国4大指数全落价，连带今台股开盘过无1分钟，就落到600点。盘中是靠台积电有小可经调的，收盘是22780点。大家可以看到，费城半导体跌了7%，那这个跌幅真的非常的大。台股基本上还是跟着美股的科技股在联动。礼拜4放假那一天，外资应该会就要卖了，变成累积今天2天的美股的一个下跌的部分，像今天应该做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买超。那根据投顾公司的报告，美国总统大选将近，这投资人是有较棘手，股市嘛较高会起起落落。佮加上美国科技大公司的财务报告数字拢唔是介好看，才害股市大落，外资来大量来卖台积电的股票。讲到昨昏一只中国货船靠搭伫咧亚柳的第1公园，船顶是阁有290吨的油。航空局是表示，目前是无漏油的风险，不过抽油是第一要紧的代志。若是一切顺利，明仔就法度甲油隆重抽了。中国一货轮玉州启航10月14日来基隆港的时，甲边头的吊桥弄倒，离港风台未出港又阁失去动力。后来伫31日时，伫咧亚柳第7公园海岸边靠搭，船顶有290吨的油料，就惊讲若是漏油会影响到亚柳附近近山万里随风这海域和生态。记者目前的位置就伫咧亚柳第7公园的海岸边这个所在也就是中国一货轮靠搭的位置附近。也毋过会当看到，其实今仔日的天气无讲真好因为这个风台伫咧昨暗才拄出海，规个海上的情形会当看到风影也是真大，规片拢白茫茫。也若根据航港局上新的监测，是表示讲这货轮看起来无漏油的情形。毋过咧，就是因为讲这个货轮因为伫咧海上伊的位置又阁是需要
经过海上的作业，也无就是对这个地质公园用人工的方式行路步练入去，差不多20-30分钟才会到位置哦。所以讲，接落来会阁进一步讨论讲，到底人员和机构要安怎来处理这个货轮的代志。货轮靠岛的位置附近，就是野柳地质公园和渔港，真侪游客拢会来这观光食海鲜。渔民就惊讲，货轮若准漏油，恐惊会引起大家对海鲜食安的疑虑。只要抓到鱼都有油味的话，那谁敢吃啊？一定很担心啊。像我们海里的自然，像我们现在主打的万里蟹嘛，因为你看它漏油，底层的浮游生物都死光了啊，当然这有食物链的问题。航港局是尾回讲，货轮坐底落去的是船身正手边，也若油柜是伫倒手边，暂时是未有漏油的状况。也毋过为着避免漏油污染生态环境，已经请外包的工作船来到现场要抽油。若阵天气海上有较好，拜五开始抽，拜六就有法度甲油拢抽了。所以油抽掉了，来就是做货，啊，伊即只种的货就是。顶悬迄桥设机，咱会先去处理，处理完了，咱再看即只船啊后壁要安怎来做拆除的工课。同好是卖伫现场调，可能是用移除的方式。航港局表示，现场炸油槽含输油棉都已经有准备，嘛有说监视器含照明设备，会随时监控现场的状况甲抽油作业。后续会阁讨论讲要安怎甲货轮刷走拆除，较袂去污染着海域。记者卢尚如、郑准友新北报道。伫咧台中北区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今透早那就是因为加速爆炸全倒毁，厝主翁仔某2人是拢无走出来，消防赶到现场甲送医了后，一个人是不幸死亡，一个是也咧抢救。透天3楼的火烧甲真美，消防队全水灌救，而且出动分推车，将63岁吴姓男厝主救出来。台中市北区汉口路一栋3层楼的透天，1号早起7点外左右传出火警，火势一度延烧到隔壁3户。附近的店家讲，真正有听到起爆的声音，刷落来2楼、3楼就伫咧火海内底。先听到bom一声，我们是隔壁早餐店，然后那边只听到声音，然后冲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冒烟。2楼的时候就已经是冒大火。对啊，有看到他们在3楼的时候把人拉出来，那些嘟嘟的老板。透天1楼是厝主自营的面店，消防队表示，火灾发生迄当时厝内有3个人，到现场时1楼的铁门已经变形，2楼持续有浓烟。56岁厝主太太伫咧阳台呼救，先架推将人救落来。伫咧3楼找到厝主已经失去性命迹象，34岁后生是为徛过3楼，被甲隔壁楼尾顶逃生。就叫我，然后说拿灭火器这样，对啊，我们3楼没有灭火器，不然那个老板就叫我可以从他这边下来。从这边就这样走从这边下来。在2楼是一位大约60岁的女性哦，那也有在窗台做一个呼救。那3楼的男性大约63岁，那他的意识状况，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稍微比较不好，但还是有稍微挥手的动作。厝主翁仔某拢去送往中国赴医急救，吴姓厝主经过急救无效宣告死亡，厝主的太太受到击伤，持续救治当中。消防局表示，火势伫咧8点25分拍花，烧的面积大约71平方公尺，燃烧的3户徛家无造成伤亡。另外，详细起火原因也有待调查。记者台中报道。讲到空雷风台昨对台东定了，嘛造成新光镇甲中滨乡损失惨重。在第3个渔港拢总60只船停去损伤。另外，即马是搁拄好是新光镇稻菜柑的采收季，这农民尚无损失有到8成。台东县中滨渔港伫风台过了后，港内拢是水流茶。更较害是渔港内底有35只船无去啊！渔民走去外港海沙堡一个看，至少有20只竹排啊，规个塔做一伙，拢是去互即个风台大影加出去渔港的。成功镇的小港渔港，伫空瑞风台登陆的时阵，就有几只渔船沉去。找伊渔民叫吊车来甲沉去的渔船吊起来。即个风台台东县初步估计，就有超过60只渔船受损。不过渔民要申请旧渔船收购补助的法条，还阁伫咧立法院审查。官府讲，去年南苏开关港伫风台期间，嘛有80多只渔船沉去，到大拢无法度申请补助。所以我们今天会很快的把它速报到农业部呢来尽速来请中央呢来协助我们来帮忙我们的复健。破了17级风的小选台风席卷兰屿哦，那去年到现在，其实刚刚我们所提船筏报废以及收购等等这些问题，到现在1年了，其实都还没有进展。即马拄好是成功镇特产稻菜顶采收的季节，不过风台扫过了后，拢袂去看。
两公顷外的果子园有8成拢去风扫掉去，因为屠宰场一年修成一改，农民的损失是真正大。成功的集成，种植面积原有40公顷依目前来看损失已达7、8成。这个风台内台东县的损失是真严重，绿岛的灾情嘛一个一个走出来。温泉村还佫伫咧停电，台电当咧修理。县府讲，这个狂热风台造成台东县的损失，目前也无法度估计，抑佫爱各乡镇市详细调查，再佫向中央来申请救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花莲嘛有未少灾情，其中伫咧秀林乡嘉明地区，佮罕见出现这假裂风，真侪卡架厝顶拢去掀起来，架起梯顶。这大路边的电条嘛，规排拢去凹洞，这村民到呾收到，犹原是真惊吓。狂热风台虽然已经走啊，不过花莲秀林乡嘉明村的民众抑阁真惊，因为10月31日，才除了有风台，抑阁有连光风，连光风的风真强，加真侪厝的厝顶掀开，路边的电火条也凹凹洞。10点多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很大声的一个棒，我们以为是土石流，就一出来看，我们旁边屋顶也都被吹掉，然后那边还有一堆那个西行钢。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被卷过来的。居民想到迄当阵，实在唔敢相信秀林乡竟然有连光风，这种风的声音甲风太无同，这就是要甲所有物件拢放起来共款，也唔知什么物件会对天顶摔来，而且连光风走了，风太阁继续现。好像世界末日，很大声啊，隆。以前这边有发生过龙卷风吗？没有。那跟台风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不一样，那个声音完全不一样。台电工作人员一早起来修理时阵，送上的总共有9支电火条啊，倒向南平，用电也来视察，差不多10几户徛起是着连光风破坏，铁皮厝损害严重，好加在无人伤亡。那昨天其实我们也紧急的，我们的村长协助我们的所有的收容所，还有我们应变中心的人员，尽速将他们撤离到收容站，暂时来休息。我们大概收容了大概100多个人，但是实际上依亲的人非常多。公所讲，秀林乡这边灾情主要是伫咧种植、富济、水源、嘉明、和平等部落。这个所在除了发生土石流以外，也有厝路损害情形，要完全修好，就要县府甲民间社团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受到狂热风台影响，全国各部分的地区也咧停电，有不少学校停电，但是无停课。亲像伫咧云林的口湖乡的文公国小，也未恢复送电，嘛是照常上课。我们文光国小是停电的状态，所以我们紧急的处置，就请人力来将我们所有教室的通道的铁门靠人力来把它给打开，让学生都能够顺利的进到教室里面去。因为即马也未恢复送电，学校上下课的这静声，就改用这拍鼓来代替。那根据统计，云林县顶部有10间学校停电，已经继续在抢修当中。继续来关心咱台湾对7月到达连续3粒风台的来，这台湾人权促进会就指出，有真侪外籍渔工拢去船头家要求讲，这风台天共款爱继续留伫咧船顶过船，根本就是不顾人命。呼吁中央政府甲地方该当爱有所行动，保护这渔工的权益。三道鱼风台10月车冲到南部，强风一阵搁一阵。东港渔港内面是瓦港避难的渔船，对着海涌浮浮沉沉。海面上过当看到烧浪长到一半全身。这画面不是对海边翕的，是留伫渔船顶台外籍渔工用手机录影的。台风期间，渔船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或者如果绳索没有绑好，可能会造成船东财物的损伤。普遍来讲，渔工在台风期间在船东的要求底下，还在船上顾船。台湾会指出，拄侵蚀台湾的狂热风台，也受不少外籍渔工向要求讲爱留伫咧船顶，安全真有问题。中央和地方随爱采取行动，当强烈风台侵蚀台湾的时阵，保护这寡向强并留伫瓦港渔船顶台渔工性命。渔业署是回应讲，目前由地方政府按照渔港防护能力，也佮渔船档位顶综合考量下上花避风令，也佮捞船的人数。
如果船上都没有人比如说你拦人没有办法去处理啦，这个会造成渔船的渔港的灾害。台风的强度已经大到没有办法去做这些那个紧急应变的话，那当然人命安全是第一考量。我们全部上来就是要全部上来。渔业署表示，尊重地方政府对捞船还有上岸决定。若准地方政府下上岸避风，船头家跋到安置挂接渔港的时阵，目前全国有13县市42大临时安置处所会当利用。若准船头家应该撤离，却无撤离，会当按照裁方法要求地方政府甲船头家开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10月31正式把咱台湾列做非洲地区非疫情国家。农业部表示，这代表咱的动物检疫系统是真完备，非洲地区防疫是有真好的成果。这农业部宣布，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正式把咱台湾列做非洲地区非疫情国家。这伫咧所有亚洲国家内底，是干那咱台湾甲日本。咱国的拍拼，搁再受到国际肯定，对咱畜牧产业甲永续发展的推动是有真大的帮助。第二阶段公费流感预防车今开始做，开放予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疾管署嘛鼓励民众会当搁加注这演管新冠的预防车，会当增加保护力。148号。工作人员发号码，民众摕健保卡排队，医师评估了后就通知预防车。多喝水哦，有局部肿痛的话，可以稍微冰敷。好了，我们换手。不少民众拢一摆做2档预防车，一边流感，一边新冠，同齐提升保护力。去年有拍过流感。一整年都很平安，定来拢爱去医院啥，公共场所较会去，所以我一定拢爱家住。左流右新，防护更新。拜五疾管署第2阶段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开始做，开放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会使去做公费的流感预防车。也鼓励当时做JN1新冠预防车。11月到大概预计年底到明年春节前期间是慢慢会进入流感跟新冠的流行期。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10月底，新冠预防车做70万多档，流感预防车超过370万档。但是有民众会因为要经预防车的品牌，想要等下再做。疾管署呼吁民众免烦恼。品牌上有一点瑕疵的，我就不打。各种厂牌的这个防护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特别在10月，虽然有经历过这个国光变色疫苗的事件，可能民众会对某些厂牌特别有担忧。不过整批的这个国光有疑虑的疫苗，我们都已经回收销毁。因为预防车注射要等一段时间才有保护力。秋冬到位啊，疾管署呼吁民众赶紧做预防车。目前全台有54,000间医疗院所拢通做，疾管署也参超市大卖场业者合作，伫全台82间门市提供注射站，方便民众注射。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教育部的台语认证，前一阵仔受民众反映讲，明年3月考试会去拄好拄到218的年假，会影响考试意愿。正教育部是宣布要调整啊，是确定要延期1礼拜，改做3月初8甲3月初9来办。这报名时间嘛，对咧要延到11月18。真轻松，真能啥是真轻松。老师一句，学生仔一句，做伙看罗马拼音学台语。这几年对台语有兴趣的学生囡仔愈来愈多，参加认证考试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前一阵仔有民众反映讲，明年3月台语认证考试拄到218年假，惊会影响大家考试的意愿。教育部经过评估，宣布认证考试会延后1礼拜举行，改伫3月初8、初9举办，报名时间也延到11月18。教育部嘛会针对这个已经报名的考生，嘛会请总事务中心用 email、简讯还是电话等等来通知。另外，也有国校老师表示讲，若是认证考试的题次会当增加，佮加用奖励方式来去鼓励学生有较侪机会会使去试看卖，准备起来也较袂紧张，考试的意愿也可能会提升。你若是时间变搁较侪话，伊就会讲，这场无法度去考试，无咱搁来报后一场，搁后一场，
因有更较侪机会会当去试看卖。除了讲免报名费以外，比如讲学校这边会当互因一寡奖励，甚至讲就是讲咱的升学的部分互因加分，我感觉这双方面拢来配合会当搁较好。针对提出增加的需求，教育部是表示讲，目前有发展电脑化测验，就是希望会当替未来增加考试做准备。另外，台语老师也分享，认真考试只是语言的一部分，上重要的是平常时要安怎陪伴这囡仔伫生活当中讲台语，培养因表达家己想要讲的万项代志，创造更较多元的台语环境，一步一步提升因对台语的兴趣。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7度，中部地区25度到27度，南部地区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3度到27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咱后礼拜下晡3点再会。舞台顶敢若这两个人。